切这个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好吃吗？那个是我要回来，那个是我要做菜的。
patate intecha 跟台湾的腊肉。alla taiwanese. 对，buono. 这个直接切薄片，直接切薄片就好了，你要跟菜心一起炒。这个是腊肉炒菜心，台湾菜。Oh! Ecco qua. Cosa c'è da mangiare? Geshaisha. 今天的是腊肉的晚餐，这个是 patate intecha，洋葱炒马铃薯，加了我们的腊肉。Patate intecha alla taiwanese. 谢，改良版。然后这个是腊肉炒那个菜心，对。然后这个是我们菜园的油菜花，我们菜园的青花笋，我们菜园的白萝卜。然后这个白萝卜做凉拌的，然后它里面白萝卜里面有那个百香果，也是菜园里面的百香果，就是百香果腌萝卜。Fonfuda. Buon appetito. Buon appetito. Cimayon. 它可以开动。开动。